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形体，讲有一群人专门咧买形体，因为这个形体行情通啊拍到市价6折到7折，有袂少的投资客，毋是要来家己住，是要说互人的。因为不动产的契约敢若规定讲，买卖这个形体才会讲互对方知，若是说厝互人，安尼就免讲明这是形体。啊，互人想袂到的是，这个形体只要转过一手，就无算是形体咯。到底爱注意啥，才袂去买到，或者是说到形体咧？咱即摆报互乡亲知。2006年轰动全台花莲5子命案，这厝无人住已经真久啊。检警团队有多数一摆住开道馆，但是最后无法度定案，也是搬厝。顶一高档总算以300万第4档前成交。讲到形体，台北吉新大楼过去检警用火警对楼殉情，33档内就夺走24条的人命。这栋大家拢知影的形体，伫2档前出现投资客，一个手买6户小套房拍算出租，但是具体来讲，安怎才算形体？凶宅的定义在法律上，都是以所谓的房屋所有权专有的部分。当然，如果说在于公共设施或是其他的左邻右舍，我们如果知道，基本上我们一定会告知。讲到形体，通常引述的政部民国97年函释，专家必须要伫不动产委托销售客有私还本，明确点出产权持有期间是不是真正有发生凶杀、自杀，或者是用化炭中毒、火警等等非自然死亡情形。但是魔鬼藏伫细节里，并不是有法律保障，都会当避免买到形体。知情不报很简单嘛，我过户给我朋友嘛，他就很明白的写，在他权状时间之内没有发生事故嘛，所以你买过来只要过一手就保证没有，所以这个系统行文，我跟你挂保证，你买到凶宅的几率还是非常的高，而你不知道。有心人士靠着法律旁转手免过低，都会当将形体洗白，而且法律只有保障买厝的人，若是对着租厝的咧，根本就会当扣运气。租房子不用，本来就不用告知了。对啊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有些租客他可能想要避免租到凶宅，那要怎么办呢？你进去看到怪怪就不要，就这样。真正担心带入形体，那你家己就加做一寡功课。拍开台湾形体网，虽然有全台管区的分类，但详细点入去，大部分拢是网友整理新闻报道，或者是怀疑拍卖资讯无准确门牌号码，范围上看歹靠近。因为台湾的凶宅网为了保护机密，他会告诉你忠孝东路3段叉叉巷、叉叉号、叉叉号、叉叉楼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什么都没看到。但他不会把明确的门牌写进去啊，所以如果你要搜寻的话，你可能用比如说中央东路4段轻生这样来搜寻，或者是说你要讲搜狗轻生来去搜寻才搜寻得到。如果你直接只是输入完整的门牌，是搜寻不到的。何况这形体是愈细愈白，警察叫记录只保留10档，嘛因为个资法的保障，一般民众根本是问不出来，那呢敢有啥物小撇步嘞？记得多闻一下，说这房子有没有一些腥臭味，再来看，就是有些房子明明外面是很采光明亮的，可是室内就稍微暗了一点，就觉得为什么外面亮，里面暗？正派的中介公司，他一定会跟你告知说，这个房子可能这一间没有，可能隔壁间曾经怎样，让你明显的知悉。那知悉之后，就是你自己做衡量。那如果以我们来讲，我自己要找，我也是一样，比如说当地的派出所，或是说左邻右舍，其实邻居一定最先知道的。除了观察厝的内外观，嘛会使加问一下厝边邻里长，运气好拄着热心的会善意提醒，真正行去带着形体买厝租厝，拢建议上好伫合约书注明确定是形体，若无会使解约来保障家己的权益。